明明要过年啊，这2025台北灯节的主灯今日对外公开，用遮外形结合着台北西门地区各种文化也个历史元素。这台北灯节1月24日开始，部分灯区会先来点灯，正式起工时间是2月初2。2025台北灯节主灯节目《福蛇豆豆》。甲箱仔拍开，这只蛇造型花灯模型，这是今年2025台北灯节的主灯，色水行影目，顶头阁有各种西门地区元素的图样。今年台北灯节头摆要甲主灯为捷运西门站附近刷到台北市中山堂，灯区嘛会较大，为捷运北门站、西门站到西本愿寺这条路线。可以看到这个具有历史悠久的红楼，然后还有我们象征台北的北门，然后以及呢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个音乐的元素，用这样子有图腾涂鸦的艺术，然后去融合我们古今中外的元素，让我们的那个历史古迹呢也染上了一个年轻的色彩。但是这几年民众环保意识抬头，净零碳排嘛是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标。往过灯会制作的花灯，也是送予民众的挂灯，大量增加塑胶本数甲电池回收的问题，引起环保的争议。台北市关团局回应讲，因有改变花灯的材质，或者的材料通过再利用，嘛较耐用，达成永续的目标。我们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很多的材料都是用租赁的方式，所以它可以重复使用。借由这样来避免这个一次性的使用材料，如何让它的材质的坚固度更好，它的可以利用的年限更长更强，而不是说我用完之后我就只能选择抛弃而不造成这个所谓的污染，而是在不抛弃的情况下，如何多年多次的使用。2025台北灯节1月初4部分灯区会先点灯迎接新正，也若正式起工的时间是2月初2。这点人嘛表示，未来有按算要鼓励各里长、区公所，或者我花灯伫咧灯节结束了后，通继续伫咧无同所在点出，延续观赏价值。记者郭明玉凯台北报道。